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这大雨过了后，南投县仁爱乡今仔日有关是停班停课，因为山区的交通拢断去，所以空勤总队是赶紧来帮助撤离58人。也那农业部的部长陈吉仲，伊嘛来到清流部落勘查灾情，讲这灾后的这个救助的认定，全部拢会帮忙。空勤总队乌用直升机车白透早来到罗山温泉区进行空中吊挂，正后协助3位受困的民众撤离到仁爱高龙运动场。婆婆还好吗？很好。3位拢是行动无方便的时代，其中一个阁是已经101岁的林穗。几岁了？101。他们有怎样？他现在没有。他在里面还好吗？很好。很好哦。很感谢他们啊哈。对，感谢的。民众有条索渡过溪水，除了空中吊挂，消防署也伫塔罗湾溪进行撤离行动。车北阁增加第2组渡溪的索有计协助55个人撤离，其中阁包括红婴仔。想要把他们带出来哦。带出来哦，所以一大早就在等了哦。对啊，他跟他的姐姐在那边。哦，你的小孩子在那边。就是2个啊。他也会出来。对啊。那今天为了抢救的效率，我们会再架设第2组诊所。那一样是把对岸的受困的患者，再把他们接送过来这样子。落雨了，仁爱乡农损是真严重。农业部统计，全台农损1亿，南投就占9成。部长陈吉仲透早来到清流部落勘灾，关心这季受损的状况。在仁爱乡的所有的农作物都符合天然现金再救助，我们今天就会立即的来公告。那农民如果10天内没办法到乡镇公所来申报，我们也会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展言。目前包括立行产业道路52公里处帮落，仁爱乡阁有真侪另外道路也拢受损。陈吉仲也强调，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公告了后，农民若是无法度到乡镇公所申报，拢会放量认定标准。记者南投采访报道。